大家好，2026年1月21號星期三，南文匯報啊，今日頭條港擬增4500個大專生宿位，留學香港加強硬件，係嘛？咁呢發展局就推啟德、沙田、東涌3塊地招標，係嘛？咁恒大就首先跳出嚟有意啦，不嬲最積極係佢。咁呢，香港打造成呢個呢國際教育中心呢，又行多一步。嗰3塊地大概嘅情況係咁啦，介紹係嘛？啟德用地、沙田小瀝源用地、東涌東，OK， 咁大概係嘛？咁你有興趣嘅可以上網查到啦。好，希望成功。